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家己有要进香的游览车，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对甲像我抓2人的红道，拢总3台车拢做伙，24个人受伤。台中新光三越爆炸，4个人死亡。团工施工的人是派遣的员工。新光三越强调讲，施工的包厢拢合法。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本地写未支持台湾独立，即摆唔若客调啊，嘛搁较坚定挺台湾参与国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6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看嘉义159县道今仔载驶出车祸，有一台要进香游览车无注意头前，去撞到头前迄台游览车后斗，弄到真大力，连上头前的一台乌色轿车嘛去互因挤落。这3台车拢总24个人受伤，公路局嘛要求监理所爱派人去游览车公司监督业者改善安全管理。游览车车头搭伫头前游览车车尾，挡风玻璃碎去。嘉义县159县道16早起晚8点发生连环对撞车祸，伫2台游览车头前的乌色轿车车尾也互弄害。当红灯啊，唔知安怎就绑架就去弄到头前。停的，然后我们在讲话，讲一讲就砰一声，我们就飞出去，就整个人跳起来。当咧停红灯的乌色轿车后边游览车龙刷回到路口中央，互车顶的人是心惊胆吓。经过了解，是上后边游览车因为无注意前车的状况，先弄到同团游览车，因为弄到真大力，搁扫到上头前的轿车。真大力，你有做病啊？你要去病院无？我带要去。大批警消伫现场协助处理事故，车祸捌造成后边游览车的驾驶甲随车小姐受困，因为2台游览车载着为台北落南要去北港朝天宫进香的民众有77人，车祸也造成3台车有24人受伤。那一部那个游览车有2司机跟小姐夹住，那我们都已经将他拖过送医。有生命危险吗？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救护车将受伤的人送医，好佳在除了游览车驾驶脚甲手受伤，甲随车小姐的双脚骨头支去，其他乘客拢是轻伤。警方后手会厘清出代志的原因。公路局协部也要求游览车业者爱妥善处理受伤的人就医甲理赔问题，也请客管监理所派人到业者公司查核安全管理，督促业者改善行车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新光三越爆炸到今是第4天啊，市府嘛扩大稽查这市内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加速闹下的状况。另外，施工造成爆炸的部分，外界团工施工的人是派遣的员工，无通知天然气的公司，就大主大意切断加速的公线。这新光三越是强调讲，所有施工的包厢拢有签约，拢合法。稽查人员提监测仪，伫厨房确定加速刚有泄漏，果然发现出现异状。对，有看到漏点吗？从下面看。垃圾接头后去，抹水了后继续出现泡，好佳在下户发现阻断。另外，这一个电手绝缘挂也无看的。不要改善，盖实践。起步事件过了后，台中市都发局继续稽查百货公司美食街，再来下道分沙路对6间大型百货甲商场的美食街稽查，发现部分欠点，当局要求随改善，若无被依法开罚。我甲指期，新光三越最近当咧做改装清仓，因个市府煞唔知影咧做工程，都发局也提出说明。真的没有办法透过内部的网页跟它相关的一些脸书里面的相关的消费者去知道所有的有没有施工或迁移的公告。受伤的人的状况，包括来自澳门的2岁查某囡仔，目前也在观察，这2日是关键期。其他受治的病院医生明表示，目前伤患状况拢渐渐稳定，也陆续完成转院。其中一位肾腔瘘管的姐姐也出面表示，希望公司会当保障小弟的工作权。我们会担心，但是因为新光三越他们也有保证说，就是他后续的工作
起步过了后第4日，成功3月代表也向外界鞠躬，制度社也向受难者甲员工致意。赔偿部分除了每一回罹难者1100万补偿金，受伤的人的慰问金也已经发出。后手是以医疗情形来协助。因为外口风声意外迄日成功钢班亲像是歹欠工，成功3月否认这款的讲法。我们所有的施工厂都是我们的签约厂商。签约厂商一定是合法的厂商。0800从成立到现在，我们到昨天6点115件。成功3月表示，目前补偿甲心理支持拢在继续进行。另外，外墙落去甲受损老残也会等检调调查工作告一段落了后，赶紧来拆除甲善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冷空气到台湾，今仔日北部愈暗会愈寒。中部以北会降到13度、14度，而且一直寒到拜3的透早。另外，冷空气嘛，甲中国鹰眼吹来金门，地区飞行机甲小三通早起拢停驶，有600外人调伫咧金门。加在下晡天有较清啊，机场有加开几若座航班来消透人阵。金门机场内底有真侪挂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因为金门大雾大增高，航班时转所取消，只好等待空运恢复，让因感觉是真无奈。因为5都没有飞，昨天就开始没飞了吧？从昨天开始等，对，都没有飞了。第一次碰到这种雾守金门吗？对，第一个哦，感觉怎么样？我到。后面南下带来大雾，金门空运暂时停止，规路拢是雾，连小三通也中断，滞留大约200外人，一直到早起方面通过，机场才恢复正常。受到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北部地区是愈暗愈冷，中部以北暗时会降到13、14度。这波大陆冷气团将会持续影响到周3的清晨，周3白天到周4，大陆冷气团逐渐的减弱，不过很快的在下个周末又会受到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影响。那在大陆冷气团影响期间，夜晚、清晨都比较偏凉。气象署讲，冷气团继续影响到拜3，延过拜5开始，又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来，强度可能更加强、更加冷，提醒民众爱注意低温。另外，这个方面也带来中国空气污染现象。环境部讲，16暗时方面南下会带来境外污染物，影响台湾空气品质。全台甲离岛17个空气品质是到感觉是个顶好。PM2.5受到影响呢，可能会到30到50微克每立方公尺的这个等级，达到橘色的这个现象，由北到南受到影响。环境部强调，已经通报地方环保局提前来启动应变的做法，对着大型工厂强化防治做法，也提醒民众在这段期间尽量较莫出外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灯会办伫咧桃园，这2天天气好，拜6礼拜有260万人去看灯会。不过人伤济啊，机场坐温是塌甜，民众是困到袂顶袂当，甚至有人是赶袂赴去机场坐回轮机。人多的话可以往这边走，这边也可以进站，要进站你可以往这里也可以，往手指的方向也可以进站。工作人员徛批牌，看到游客花紧随引导人潮，一切追求更高准。2025年台湾灯会伫桃园开办，为A18、A19 2个场地串联。第一个礼拜日，就算是天气蒙，为下到的一日人潮。对，昨天晚上好像蛮多人的，不要那么挤啊。然后现在附近晃看看，然后晚上天黑的时候灯亮了，再过去看一下这样。本来想说有考虑要不要来，可是我想说难得，今天看起来还好。可能有早一点来啦，所以等一下要赶快回去。不少民众提早到场，工作人员也申请备案，都因为前一暗，那人太满线场也踢到，干那记者出站至少半点钟起跳，甚至旅客赶袂到班机，只好在紧急应变，协调增加机场排班客场车，机动调度客运转接车到第2航站，出境旅客会设置机制优先通道，专人引导协助。现场也提供绿色通道，同时有工作人员举牌哦，大家都可以随时呼唤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前往机场，他们就会协助旅客来前往机场哦，顺利来乘车。机场这份实施4大改善措施，增派现场所到人力，为原先250人增加到270人，每点钟增加8个加班车，平均7.5分钟都有一班车来去，出入站简化，当门定开。另外，也有12点了后，各开2个转接路线。昨天已经破了机场捷运单日最高的运量，来到27万多人。哦，那这个比整个跨年
加演唱会活动的人潮还要更多。今天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整个疏运活动就看比昨天更顺畅了。记者分析，在那中道经过改善交通状况已经有好起来。台湾电会也和记者苏文珍出车处，创史上上悬，各界严加肃罚。国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针对台美关系部分内容，本地写讲未支持台湾独立，即马把一寡字提掉，改做希望两方用无压迫，而且是人民会当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另外，美国伫咧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部分，这用词嘛变搁较坚定。美国国务院13更新伫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现况内容，宣读美国无支持台独这问题，新增加其他两方分歧因以无相协迫，两方人民都会在接受方式来解决。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语气更加强，也伫美中关系简介页面改用强硬的讲法，批评中国操纵颠覆国际组织。文字内容正面有我，反映台美紧密友好的伙伴关系。外交部长林佳龙欢迎相关内容，展现对台美关系的支持与正面立场。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掀起关税贸易战，也点名台湾抢走美国晶片生意。总统也强调，这是只揭示台美关系新方向，会扩大对美投资。北京官方网站随即甲台湾讲要扩大投资，直接列入川普这礼拜政绩内底。他是会想要把台湾的问题跟美中关系之间的互动做一个脱离，你北京都会要求我美国讲一些你北京想听的话，不一定是符合美国本身的一个既定的政策。学者认为，美方态度永远伫有春秋的无清楚空间一种政策大格局之下，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无改变。因为川普上任了后头一摆，美日韩三国外长会议15发出联合声明，国在讲反对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并且新增加支持台湾有意义国际参与的讲法。咱外交部表达感谢，国防部更加证实，加拿大孙洪南、渥太华号16通过台海。加拿大巡防舰一艘今天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通过海峡期间，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适切应处。中国对台军事威胁不断，加拿大南厅通过台海时阵，国防部也掌握到共军16载起派出战机甲无人机24架次，其中18架次超越海峡中线，进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中共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今年已经总共实施过7摆。记者综合报道。德国举办慕尼黑安全会议第2天，关心俄乌战争和谈的进展。美国讲会和罗西亚甲乌克兰做伙伫咧沙烏地阿拉伯談判，而且未予歐洲國家參加。因為美國的態度曖昧，即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都希望歐洲會當建立家己的武裝部隊，對抗羅西亞威脅。德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第14展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出席會議的期間，甲歐洲各國領袖，包括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芬蘭總統斯塔布會面。芬蘭承諾會喺俄烏戰爭好淡的時陣提供烏克蘭援助。The idea is to give Ukraine political, financial, and military support to begin whatever negotiations begin, whenever they begin,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美國是提出愛烏克蘭用系統換經濟甲軍事援助了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10月表示，拒絕簽加美國的擴散協議，因為內容並無保障烏克蘭的利益。It's not in our interests today, not in interests of sovereign Ukraine. Вона не захищає, вона ще не готова, щоб захистити нас, наші інтереси. Для мен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第二，外界關心俄烏戰爭好淡的進度，除了美國以外，G7國家外交部長攏同意繼續支援烏克蘭，對俄羅斯施加上大壓力，協助烏克蘭達成英國和平協議。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邁克爾薩迪這時陣透露，烏克蘭談判如果會由美國官員喺沙烏地阿拉伯加俄俄雙方的代表展開，而且拒絕歐洲國家參加，引發歐洲各國反彈。And that's a bit different formula, and therefore. Yes, we need to be in the room where negotiations will be,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as well, and we are going to be a part of it. 對此，澤倫斯基在安全會議面頂認為，在美國支持的不確定性，還有俄羅斯的威脅之下，歐洲國家必須愛替家己的安全建立一支屬於歐洲的武裝部隊，和歐洲的未來由歐洲人家己決定。公視新聞係董炳益。鏡頭轉來看國內高雄連環分屍命案，到打找到62具人體組織，攏是第2案甲第3案的受害者。嫌犯因阿嫂屍體，閣有3個死者的頭殼是攏猶未找到。上新的進度有找到一塊衫褲是燒甲臭焦，就要等鑑定才知影和命案敢有牽連。
好看衫裤放伫涂骹，保护明显小臭灰打甲红地色不平分裂。保质车危害畅水源，趁十六出日头，天气袂歹，搁再落水落去车，再去好出一包不明的衫裤。一个塑胶袋，塑胶袋里面是什么？塑胶袋里面是衣服、裤子。高雄连环命案找危害已经来到11天啊，陆续有新人事家的鉴定运河来到侦测，有了启动电的团队连续2天提供最下摄影机甲机械手骨之外协助，退休教授陈文敏也用声呐探测协助警方标出河床顶面奇怪物件。地毯式的扫描然后今天早上又把那个拼图又把它那个技侦有展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是把根据这个影像的内涵，就是底床的这个状况，然后来列出了一些可疑的这个位置了。长水人员伫标注奇怪物件的铺标边啊来回细计测，因为经过3天详细扫描，其中2个互声呐探测出敢若像圆形物体，不过测了后除了衫裤，其他确认是石头甲钢铁片。这个地方搜寻到的一个圆柱体的话，是一个礁石。另外一颗浮标是在这边，然后它疑似也有一个那个圆柱体下去它找起来，它是一片光铁片。由技人也未找到3名被害人的头壳，加一个嫌犯凶手的遗骸，警方四界里踅，无放过一段线索。16总共找到8块人体组织，一块敢若是人骨，甲一块衫裤。后续会交由监视单位来调查，是不是被害人所有的。记者综合报道。新北万里国中这礼拜3办教师竞选，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无选调，竟然威胁学校，讲要伫咧校门口放炸弹。学校是经报警察，甲这个查甫人依照恐吓的罪嫌上班。他打了第4通电话，他又打来，他就跟我说，他第4通他跟我说，我忘了告诉你，我再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在你们校门口放炸弹，你回去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老师太可恶了，就算你再生气、再不理性，都不能去讲这种话，这样子。新北万里国中举办公民科代课老师的竞选，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来参加，加长工随卡4通电话去学校问，知影家己无调了后，见校长生气，放调讲要伫咧学校门口放炸弹，学校是经报案，甲伊逮捕。经过检察官复审，决定3万块交保。不过，这个查甫人无钱立保证金，落尾是改做限制自己。来看桃园有一间咧卖木瓜有冷的连锁店，去互网友挖野坑。公主管拍影片，甲员工用已经烂去生果的木瓜来假接，卖互人客。网友点名5间分店，卫生局嘛派人去查。若调查是事实，就依照是案罚6万到2亿。木瓜放到烂掉或者熟掉的时候，不能丢掉哦。来看我怎么弄。影片内底连锁木瓜牛奶店的主管亲身来示范安怎处理烂去的木瓜，并且要求员工袂使将烂去也是生果的木瓜献杀，即要将这个生果的所在下掉，也是会使继续卖予消费者。放它没的地方把它割掉，不是整颗丢哦，这都是钱哦。一个讲是前员工的网友进前伫社群平台发文讲，店头拄叫货时阵木瓜是好的，等到水果生果烂去了后，主管要求必须哪写哪片水果味，结果拍做饮料来卖人客。更加点名5间分店是黑名单，消息爆出来了后，消费者讲会惊。有点担心，就是会有一阵子不会想要在外面就是买那个木瓜牛奶，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也会中标，可能上吐下泻之类的。前阵子新闻很多，很担心食安问题。地处动物科医师警告讲，若是生果烂去的水果，千万唔通食，真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吐、落屎这急性的胃肠炎的症状。也来桃园市卫生局已经主动派人到分店来稽查。经现场查核，未见有案内情形。如使用变质腐败的食材原料制作成食品，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至2亿元以下罚款。就算把坏的部分把它切掉，那个好的部分可能有一些浸湿，我们还是可能会吃到一些微生物污染的地方。有一间连锁木瓜牛奶伫台北市有多间分店，台北市卫生局讲会派人去台北市的分店稽查。不过已经有嘉宾业者认为讲，这网友发文已经严重影响商誉，已经报警提出告诉。也那这总公司到记者这个为止拢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路德的美福仓库伫咧2022年3月着火，烧3礼拜才甲火拍花，空气污染甲真严重。当地居民遭自救会拍官司2档外，伫咧去年底和解。自救会今仔日甲赔偿金分予成员，嘛希望政府立法加强工厂的管理。
在去桃园美福村都下载自救会成员就到立委服务处办理赔偿金的半付代志，因为位伫桃园路的美福村都，2002年3月发生大型的火灾，连续烧3礼拜才拍熄。后来市府行政裁罚600万，不过却是遭到公司提请诉愿来撤销。我们球场，我们当然希望更多啊。因为我们那一阵子的生活品质真的很差，出门是不得已，不出门也不行啦。你在家里面也是臭，在外面也是臭啊。他既然补偿我们一些生活上那一阵子的不方便，本来就是要注意啊，对啊，因为你如果一发生那是会造成一些公共伤害的。当时大火产生的高烟甲臭味影响民众生活品质，引发民怨。5号日中山地这邻里的民众组成自救会，总共67人拍这集体要求赔偿的官司，专案拍2年多，去年底伫法院调解的和解来落幕。真的很多加入我们诉讼的民众，大家并不是真的为了赔偿，就是只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么严重的问题，就是空气污染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有消防相关的问题，没有人重视。住在这里，然后结果竟然有这样子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就很不能接受啊！自救会强调，工厂公害定然发生，考虑真侪因素，和解来收场。希望政府能看到成员一路行来这辛苦，伫工厂管理、空气污染、消防这方面加强立法甲控管。记者综合报道。家己绿草燕山宫逐年元宵拢会放火马，消灾解厄求平安。今年元宵马拜3迄日，因为天气无拄好咧落雨，所以活动是延期延到拜6举办，嘛同款下真侪游客来参加。信众做伙跟着细身的火马行头前，地方人员甲地方人士扭着大身的火马对后壁行，准备要去放火马。时辰一到，众人点炮瓦起火，21身火马佮有炮瓦随做火烧起来，场面是非常壮观。我是太保人，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型的活动，我觉得蛮震撼的。消灾解厄哦，咱来树平安哦，祝咱遮乡民大家会使出去哦，拢会使来安全哦，就甲这个5姑吼会使来丰收安尼，这放火马吼，伊的流传落来用意是安尼。燕山宫原本伫1月12元宵节要办的放火马，因为拄着落雨的关系，延到15暗时来举办，嘛拄好是拜6假日，真侪爱翕相的民众早早就来占位，要记录这特殊的地方文化活动。有点像是嘉义民雄的大视野，还有美感朝天欧野吹泡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觉得整个流程很棒，非常多人透过摄影的画面来传达我们在地的一个信仰。那这样的一个文化仪式呢，它有一个平安跟祈福，那把福气留在地。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文化传承，让这个精神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也可以知道。绿草燕山宫的放火马是为清代就开始的除疫仪式，甲纸做的火马用火来烧，希望会当甲瘟疫带走，替地方消灾解厄。地方表示，今年延到假日来举办，唔那啥真侪游客，嘛互厝外乡亲有机会倒来故乡参加，希望透过活动继续来传承这特殊的文化仪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2月1日是世界母语日，文化部这2天有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来响应。今仔日第2天有无共国家语言的乐团表演，佮有无共族群的好食面。真侪母语家庭拢欢喜有这个活动，让囡仔有机会伫外口和大家讲母语。拍摄少年唱出来台湾囡仔的声音，鼓励大家勇敢找找家己的声音。台下坐满的民众，大家是哪听音乐哪跳舞。这是文化部为着2月21世界母语日提早举办的活动，号做国家语言生活节。活动进行到第2天，有未少民众2天拢来报道。阮基本上若是台语家庭有这款台语的活动，因为无做侪通选，所以基本上有看到拜六礼拜有时间，大家拢会来参加啦。你敢看这是啥？这是什么意思？现场嘛有台语版本的美食导团，是用台文字写的线索来问。其实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台文字跟讲解了，讲解全程都是用台语。有全台语的活动无多啦，而且我感觉这届有一寡电影，还是一寡像这密室逃脱，台语我嘛无啥会晓讲，但是我就感觉这较有特别
因为大部分拢是华裔较多。也有来自台湾各地台记册店来拜答，望台文字会当推广，互更较侪人知。除了有台记活动，这2天的国家语言生活节，嘛有客语、原住民语、手语、妈祖话等等的表演。文化部望台湾各族群的母语，拢会当受到重视。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天气玻璃仔，再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4度到20度，中部地区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14度到24度，东部地区13度到21度。外岛地区10度到18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报。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